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甲你讲，今年的龙井是大丰收，产量比往年加出着2成，但是农民是真烦恼哦，都惊产量一个多，价销都会落落来，都会排斥。 8月份正是龙眼大出的时，农友看到丰收的龙眼却是笑袂出来，因为今年的产量增加真济，比往年加2成，产量伤济煞败价。去年1斤100块，今年算顶级品哦，大的啊，这么大的这个，这么大了，去年1斤100块，现在只剩50。 今年果菜市场的拍卖价销嘛，独对半一袋斤剩50块，出去品更加剩一袋斤8块。那个是自己品，那个最小的，今年才10块，8块，不是10块，是8块，去年15块。 雾峰地区龙眼种差不多1200公顷，是全国龙眼第2大的产区。期待讲中原普渡的时，会使将行情有关，若无食这村的龙眼，可能敢会当提起加工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